无应该的休困日，作者阿朱。休困日是叫人写2倍速地的日子，阮感觉无应该呢。困醒啊，心神啊倒咧，毋免赶紧要起床，会当好好啊想一个拄则做的梦，捧一杯牛奶，一粒煎2包，伫埕呢，用用啊食，用用啊啉，阁会当听到白粉鸟咕咕唱歌。去学校的时，抢在经过的小路，毋捌名的野花野草在下手，阁有飞跳的、行的、爬，真侪古锥的小动物。若无休困日，要安怎有通去找因？休困日是叫人写2倍速地的日子，阮伫心内一直摇头摇头。